各位天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，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嘛個喏，一項東西吼，我相信大家都懂好，是唔管係太人啊、細子啊，還個蹦嘛個東西，我真經知道一項東西很百搭。所以係嘛個東西喏，就係肉脯，有冇？早餐頭愛食呀吐司蹦肉脯，啊有上時啊，又愛食呀拍竹蹦肉脯，真經係動多素菜就做得用來蹦，拿來用，拿來生吼。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吼，桃園中辣食米香嘅肉脯肉乾，細細嘅嘅來分享。節目地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食米香嘅頭家娘，也別記分享。分享天視機前的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中辣食米香嘅肉乾店，我叫葉碧芝。好，歡迎頭家娘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聽講nhà頭嘅店嘅啊，係老店嘅傳承幾廿代嘅，係嘛？我係天意代人。我家講係天一代，差唔多在民國48、49年，家就開始做嘅。哇，嗰時候都也係已經超過也一家子了，對不對？一家子按從按久嘅時間。啊，唔過你看，像按樣對上一代人傳承到下一代，嗰時候也尊重上一代嘅親一開始嘅嗰種理想，傳承理想是很重要的。嗰時候嗰陣時啊，人家家幹啊，要傳承本人那個一點嘅紅青春有嘅理想哦。其實我家講哈，春池先生、春池阿公有講過一句話，佢講哈，一個會食的東西，長出來介紹本大家食。哇！這裡是一句至理名言。係，我哋做人肉乾肉鬆，一定是遵守這個名言。嗰時候都也係，也附近嘅當道連沙啊，也係講大家第一人就識當叫嘅，什麼？有，全部差不多青島吃3代人、4代人。我們的客群差不多都大概是90人歲、80人歲，還有104歲的，全部有。嗰時候佢一家子嘅老店真係冇窮樣哦。唔講好，像按樣天一台接天一台嘅按樣嘅事業吧，我好嬉皮了，會吃到當困難冇？多少一定會啦，因為之前做辦公室係冇，突然間去做下世界哈，所以是都沒人都想愛嘅，但是做久誒。做久就變師傅誒。哦，唔過咩係見過當從嘅時間啲嘅學習嘛，在摸索嘛。對，就是要不停的做，不停的學習，你就會變成師傅了。哇，嗰時候也係除咗自己係師傅以外，咩傳承到第3代了。唔過一條間樣看起來係按頭上，謝，因為傳承本下一代嘅，對不對？對。本人嘅奶嘢來經營。係。嗰時候也係真件，也老店會變做傳承到第3代嘅老店咧。也唔係第3代，慢慢嚟才接嘅。就希望大家看過隻節目之後咧，做嚟本來10味香做到8年。哇，聽錯做得嗬，因為請用心嘅東西，還個傳承咧，頭擺家人嘅理念，也真係係輕重要嘅事情。自家食嘅東西，當做得同大家來分享，對不對？嗰時候節目一開始有講到呀肉脯啊，呀肉脯啊，阿權冇人咩清好食，真係係當到太人細子嘅日常生活當中，大家都會食到肉脯呢。錯像你就去揀咯，我哋夜晚後冇閒，冇煮飯，唔過我哋食特別食老闆食到會驚，上下行你會買一啲嘅麥。粥去配肉鬆，非常的搭。這個肉鬆吼，其實我吃到買肉脯吼，有一些些的貴。唔過你喺天老闆青菜買嘛個肉脯嘅三明治啊，唔過個底部嘅肉脯就吃起來就是沒有那種好吃的口感，就是那個肉的那個纖維你就吃唔到，對不對？嗰時候根本一整件同大家來分享，你看下肉脯係看得到纖維哦，對不對？看得到那個肉絲的纖維，對，來吃吃看啊，真的傳承一家子嘅老店嘅肉脯係乜嘅米絲，好，很酥哎，對，而且有特殊的香氣，對不對？有肉香。而且我吃肉脯最重要嘅事情就係有一些些的甜甜嘅味道，但是佢係非常的甜，有感覺。對，有一點點，而帶一些些的甜甜嘅味絲。係唔過像按用嘅肉脯啊，肉當蔥油，豬肉當蔥油，
对不对？用个猪肉脯，听说要先剔皮个猪肉拿来做，人家就会用那种的猪肉来做哦。我们家的猪肉松的肉是从台湾的本土猪肉，韩国去屠宰场小笋的屠宰场一杀完，3点钟，记得要马上穿烫起来，当做了做肉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来猪要记得，来猪是不能给我们做肉松的哦。要记住是肉松的肉一定要最新鲜的肉，还有肉脯的肉也要最新鲜才可以做。因为没办法，人家都没用冷冻的猪肉来做。呀，有差别冇？比如讲，伊哈拿起嘅温体猪肉拿来做肉脯，同伊哈拿一类冷冻嘅猪肉拿来做肉脯，嘅差别会在哪里？因为我们都是用温体猪肉，我们不曾用过冷冻猪肉，所以不知道差别。对。不过你要有个坚持，就系要用温体猪肉来做就错嘅。哦，因为温体猪它可以穿烫过后，它可以把鲜味跟甜味锁住。然后你们吃的时候，你看得到肉的纤维，对，所以这是比较好的肉松。鲜味跟甜味用嘅都也喊嘅个仔米，还有嗰种。肉嘅香味，还有甜味，真的是鲜甜味，但是唔咩懂 T P 去改嘛，个甜味就是它很自然的甜味，而且淡淡的。对，不要讲我们家的肉松，连防腐剂都没有，是非常天然、非常健康的食品。对，其实一只猪这样子杀下来哈，我们讲实在话，肉松的肉是最新鲜的。怎么说？哦，像猪肉摊。猪肉摊没有卖猪肉，猪肉摊没猪肉，本来就做肉松，做唔得做呢。哦，做乜解呢？入面冇拉新鲜呐，总系做嚟做肉感今天。原来係咁呢。差好。不過印象當中就會知道，哎呀，用呢個加工品，係唔係就會用呀？它唔好嘅部位來做。不過睇起來人家就咩係做唔得咯。人家就係用那條蔬菜嘅部位嘅肉來做。後腿的，對，這麼加要用呀後腳臂嘅肉來做。因為後腿肉它比較結實，韓國嘅油花少，肉的纖維比較多，對，它粗。我說，哎呀，看得到一絲一絲嘅肉嘅這個纖維，就看得到。我說聽說要用呀有運動嘅後腳臂嘅肉來做肉脯。哎呀，做肉脯，因為你看印象當中哈，一般來講唔會抵呀做肉脯係用板來做。唔過有看過豬肉啊，唔過豬肉變做呀肉脯，感覺係一類。東南嘅過程，所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大概嘅製作過程。哦，對啦，我哋講哈，就是從屠宰場一出來，3點鐘殺起來，殺起來，我哋哈嘅講說殺起來講哈，然後再用火去燜煮，大概4到5個小時，4點鐘，我說差不多5點鐘，5點鐘剛好這樣用木質的榔頭跟它捶開來，煮嘅時間要調味嘛。盲調味，成啲捶開來，先捶開來，捶開來過後呢？捶開來過後差唔多4、5點鐘過了哈，過了剛好，所以開始用榔頭捶開來哈，所以不用一啲的我們的自製的香料，我的香料全部會用中藥材去當香料。哦，真嘅。韓國用不用啲調油，上一啲調油同一條中藥嘅香料按用聽聽，就做得有按香嘅味絲。因為肉新鮮啦。唔過像肉脯啊，還有一件事情當中咧，就係嗰種酥酥鬆鬆嘅口感。嘅按用嘅口感按用嘅來做出來。哦，我哋講哈，每煮好4、5點鐘，然後再用半點鐘哈，半點鐘加上我們的香料，香料後感哈，拌一拌，炒一炒，然後我們才正式的去鍋子裡面炒。大概炒1個鐘頭多，尾後感哈，不用啲豬油落去。哦，我啲豬油全部自家煎呢。哇，很清明還會再個用豬油拿來撈去炒啊、煎啊，按用真會有嗰種酥酥的感覺。炒哦，肉鬆非常的營養。哦，唯一的缺點就是講油加較多的油，它唔好聽聽，不然它是這非常營養的食品哦。唔過像剛剛講，按用先炒一下，按用炒要炒幾久啊？差唔多1點鐘左右誒。1點鐘左右誒，嗰陣對呀，先煮4、5點鐘，4、5點鐘煮好以後，還要再個炒1點鐘。差唔多誒，係。哇，嗰陣呀，全部就按人工來固定放呢。錯冇唔錯。你冇辦法不用佢
按用炒啊，你就听说爱古代，古代无要出货来啦。啊，呀，出货来就听说唔好食咧。出色唔得咯，是有鲜呐，出货来的鲜色唔得咯。哦，韩国家下有讲到，你不卡跟用腹黑冇用防腐剂啊，超一定不是防腐剂。对啊，保存就很重要啦。保存哦，其实好的肉松没有防腐剂，它一定可以放1个月。因为它会招干掉，所以不是不用防腐剂。炒糟哎，炒是天然的，它就有一定的这个耐久放的一个程度，就炒哎。啊，不过迄讲哎，开封的喏，你要不卡跟肉脯迄讲哎，开封的，应该做得不用那一片。常温一整夜，常温一整夜，你要记得哈，那多盘的去，好拉点去来去了啊，最后还有关的去撞到关的是最后的啦。就嘿你爱色的时间先倒出来，你爱色给用，嘿啊纯的就让它风靡了，按用皮就不会一直接触外面的空气。你讲正经啊，一整夜生唔太咯，按就变到冷冻去。冷冻，你没不用冷藏呢？冇冷藏吼，佢会冷循环吼，佢会湿气会走落去，所以我同大家讲，一天做我们的不用都冷藏哦，不用冷冻哦。哦，就同面包的原理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。你讲那个面包哈，买进来哈，不用冷藏，不用到冷冻，它的那个整个风味还有它的湿气都会在里面，它不会因为湿气进去，它就会保存它最原来的样子。100分哦，对不对？故说吼，同大家来分享咯。唔过吼，接下来还有喊卡的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總演員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吼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傳承嘅一甲子嘅老店做呀肉脯肉乾類嘅。啊，唔過吼，唔係大家啲嘅生肉脯嘅時節啦，有同接讀到一個問題嘛，就係啊，生肉脯食來就會吃到奇怪，我用抽到一個硬硬嘅、圓圓嘅，唔知係乜嘅東西咯。冇相關，今日阿權妹啊，廣西農民啦，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上來啲生肉脯嘅時節啊，食到也硬硬一粒一粒圓圓嘅係乜嘅東西呢？像誒呢條架樣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因為看個戲呢啊，就知道圓圓啊有唔知嘅係乜嘅，咩骨頭，咩肉，上來係乜嘅呢？哦。阿燕讲啦，因为它是用机器才转的，顺着这样时钟这样转的哈，有可能嘿，有的人加面粉，含过肉屑，用啥东西，唔过加猪油东西，变成薯有冇？变成细细长有可能，因为肉松的东西一定是用手工做的，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点点，所以。大家吃到的时候不要担心，也不要紧张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吃的。还係做的，所以係真爽嘅情形，就錯嘅。多多少少有聽杯啦。我韓式嘅時候，我就記得我當下留嘅肉脯多嘅紙杯底度有冇？我就哎呀一口哎呀就留佢敷下去，哎吃到後尾就會吃到奇怪，怎麼有一顆一顆圓都帶下？對，嗰時也係真爽嘅，大家唔是食喎，做得食冇問題就錯嘅。啊，唔過講到養肉脯吼，因為這種早的東西啊，當家老闆有嘅賣散裝的、有包裝的，全部都有。啊，唔過輕重要嘅係愛托好品質咧，所以愛用辦來通咯，強調講用同大家講一下。阿燕講啦。好味東西，我們用目測的方式一定看得到。好味肉鬆，你看它底一定有肉的纖維。肉的纖維。對，這是還有你就可以聞聞看它的香氣。然後最笨的方式，你就是買回去吃吃看。我們先買，還是有啲的，是看它好食冇？啊好食，人再去買。嘿，韓國我才講哈，最後就去賣肉鬆的專賣店買最好。你咪專門的嘛，全部一家做的啊，較好啦。嘿，真嘅，因為看養肉脯啊，有的那不全部就會進行粉的嗰種看不到肉絲的，嗰種還沒吃到食起來，就是某盤沒有那種有肉絲的食起來，哎有口感。哦，超難食到嘅全部會很多加到澱粉，就加麵粉的啦，所以是生凍肉。原來係按呢，啊唔講像按用嘅豬肉，剛才有講吼，用後腳鼻跟肉來做嘛，嗰時候嘅肉是非常結實的，這麼結實的肉啊，你講你要變肉鬆，為了佢鬆開了，按用板做呢？
恩用板粥，来顿讲是用榔头锤开来，榔头是用木锤去锤开来，锤开来刚好4-5点钟，我们有锅小火去卤它，卤它之后再用锅子嘿炒起来，从肉松从生肉都成品哈，差不多有5-6点钟，就是要长时间的制作就对了，这样有办法做到按的。啊，不过肉脯吼，除了人家平常是讲嘅哈，要用吐司啊，要帮做啊，用嘅食法以外，谈讲里面有嘅人还有动作，古时候大家就研发出某种用嘅创意吃法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最常是唐人讲啊，阿布卡吉嘎色就是乜概念哦，咖喱饭上面撒肉松，咖喱非常的好吃。真的呀，真的，汉代你就试试看。正经青头色，咖喱饭肉松，对，唔会太咸嘛？唔会，青头色非常的好吃。韩国有外来的同行哈做披萨，其实做披萨哈上面撒肉松。过标明太子，没青头色，有一种中西结合的感觉。肉用腐又刚又个加明太子，韩国又标到披萨蛋糕哦。韩有年头哈，佢自家做卤肉饭，卤肉饭的年头哈，其实标外头肉松落去放喺卤，佢讲有香气非常的好哦。哇，因为呀，用腐黑用呀，动到种调味，放下落去调味，用中药调味过去嘅。古说，如果有这种动向嘅米西，这个老给加到这个卤肉里面，哎呦，我可以想象，这个我想象得出来。古时候您还有提供按到这种某样嘅创意吃法，基本也没伫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唔过吼呀，头讲用唔单枪带肉腐过来，接下来要同大家来分享嘅也系很多猪肉丝，对不对？对，猪肉条、猪肉丝，这个肉的纤维又看得更清楚了。对，一席一席跟虾米全部就看得到，而且糖贡吼要设计时间也是要有小技巧的哦。因为它的肉丝目前是按钮上诶，一条一条直的，顺着它的纹路摇。顺着，那我先试试看哦。对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吗？对。按钮会超根吗？在中间一点点，你在中间一点点，对，这边，对你拉拉看，它应该是会有纤维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是都有比嘎嘎厚是吗？有，而且这个肉的味道会从肉丝的纤维里面溢出来的感觉，而且你可以吃到肉香，还有它的甜味。这跟肉腐又还某种用嘅感觉，而且它的水分保留的比较多，不会冻干，冻焦。大家会觉得肉干类的会不会好像真的都很干？不过也唔会呢，要很用板粥的呀。我的全部用猪的哈，后腿有2小坨，那个叫猪的老鼠肉，一条猪会长2条，用听听，2 cd 2 cd 块嘞哈，用呀老鼠肉做的，所以这很珍贵耶。对，我的全部哈。猪肉一杀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马上穿烫，穿烫好拿转来刚好剖，把它切开来剖开来，然后纯粹用手工去撕，差不多2个人哈，嘿，2个人哦，1点钟，差不多做4点钟，这样做60斤。哈，也全部按人工，没办法用机器，你也没办法切啦，没办法，全部用手工一炒。要按用力，你才可以有那个肉的纤维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！而且这个还要有方向的撕你不能随便乱扯。因为老鼠肉就是在下半部有一点点筋，所以你要稍微剪开来，然后慢慢手工去撕。给第一代以后还会再给我加工，还会炒呀的。就炒锅天天，用炒就好了。用炒锅之后呢，用低温烘焙，低温烘焙出来就是成品，就是我们的猪肉条，非常的好吃。韩国也 Q 米，还嘛该 Q 米啊？就是传统的猪肉条，其实不用一点点的中药，中药去当调味啦，还有酱油，韩国不用一些点米酒，这样就这样。我以为你要讲秘方，但是米酒就是米酒一天有不要上一点点啊。哇，按用就有按后色嘅猪肉干。鸡肉新鲜呐，吃到一点葱油给黑，就是真的刚刚咬下去，不会吃到东南咬给感觉，不会，而且还有一点点湿润，口感
更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杨真英同爱头白是都给毛嘛该共用哦。对，而且俺的肉丝，记得俺的肉丝完全没有染色，全部只有酱油的颜色而已，就会给笨蛋嘅色木，就会暗哦，酱油的颜色，不过还有那个一种呀，就会太甲公园东家看到嘅呀肉干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肉干呀，就含有盆呢同泡嘅，像俺呀，它塑烘就是厚的，有没有？对。对，这个是厚的。那有分薄的跟厚的比种讲像按用嘅猪肉干，它叫猪肉干嘛的，对，一片一片的。对，按用有存在的口味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目前我们的猪肉干，传统猪肉干有就是传统的蜜汁猪肉干，然后还有胡椒的口味，有两种口味。然后现在这个厚片我只有一种。厚片只做蜜汁口味的，对，好好吃哦，而且也是软嫩的，对，软嫩的。然后我们是用荷兰的天然色料，然后这个天然色料它会慢慢褪去的。真劲哎！而且你都要它色嘞，猪肉丝，然后猪肉干，吃起来跟口感，它们各有特色。像这样子的猪肉干，你就不是讲听说牙齿动好，牙齿迄讲小口的冇让人家含做得食，对不对？做得，就是人生没食得啦。你做得食，做得。对，所以其实像这么多不同的产品，就做在不某看跟年龄层，你过年的时间就小朋友最爱，小朋友最喜欢吃这个，生年的最爱啦，因为甜。对，甜的感觉，不过有盆呢同泡的哦，像按用嘅猪肉干，按用板来做哦，我跟你讲哈。这个猪肉干哈，后腿猪肉，然后用机器切好的时候我们会浸泡，浸泡大概48个小时，拌起来，用冷东西拌起来，然后再请大家工人，然后用像拼图的方式，用做企业哈，做企业拼到一个正方形里面，然后再裁成16小片。原来这个正方形是这样做出来的哦，而且那时候要第一道用低温烘焙的方式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除了第一道，还有第二道？对，第二道就是说你已经做后哈，你要把它变成品感哈，我们就用红外线的烤，这样烤过去就变成对高温红外线一烤就变成成品，就是现在你们吃的肉干了。含 TP 要用200，这么多工。对，做肉干真的是工特别多，而且人工特别多。原來係安尼哦，嗰時候唔可能，因為吼愛過年咧，大家就動好食呀，就人搭吧。唔過因為係加工嘅東西，嗰時候大家又會動上來去提供，新來年係用辦做嘅。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吼，就邀請到作家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含卡多嘅內容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，做呀肉脯啊、肉乾，有一甲子嘅老店哦。咁還好，上一段節目有食到東好食嘅這個蜜汁豬肉乾，按用嘅豬肉乾啊，糖講清好食嘅時節啦，就係第一下小小剛出爐的時候，是嗎？對。真的哦，不過我冇機會吃到剛出爐的豬肉乾呢。沒關係，那你們也可以買回去的時候用微波爐或者是烤箱給它預熱一下，大概2-3分鐘，你就可以吃到熱騰騰的豬肉乾。可以燒一下，燒一下，用就像這樣配出來嘅感覺，所以這樣烤出來真的很好吃哦。哦，我大概就還沒有機會拿去烤就吃完了。一般都會按呢，因為做人代表靠天時緊身就冇睇嘞，所以好，下次我要記得拿到以後先拿去加熱，這樣可以吃到剛出爐的，對不對？對，這種口感就像剛出爐的口樣。我要出題呀，豬肉乾以外呀，那過年大家出題豬肉乾還係會是牛肉乾。牛肉乾也都有咩要啲嘅做？錯。牛肉乾有哪啲產品同大家來分享？我哋也蠻
目前有生产4种牛肉干，有辣嘞、抹辣嘞、胡椒，韩国一种麻辣的西种，韩国一种牛肉饺。可是像按用做动作冇用嘅变化吼，唔但像口味嘅变化，连口感上都做不一样的变化，像是那个牛肉饺。牛肉饺，对，它就是会比较硬，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族群，他们生昂的东西，还是有口感的东西，其实会选牛肉饺。牛肉饺，所以也是算是配合的冇用口味嘅人哈，你家就来制作，不管係口味呀係口感都做冇用嘅。唔過，我當初去問下，像按用嘅牛肉乾啊，其一般來講係用乜嘅部位嘅牛肉來做？我哋全部用澳洲的牛肉，然後用 AMH 大廠的黃瓜條。好專業哦！那它是用哪個部位？黃瓜條就是肩，黃瓜條是一個部位的名字。對。肩膀的肉，對，叫黃瓜條。對。我第一次聽到對，原來黃瓜條是用 AMH 大廠的。所以人家就會用牛肉嘅肩頭嘅按用嘅部位嘅肉，這個地方的肉它會有一些筋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了沒它抽一些些嘞，對，比較瘦的肉，它冇按皮。對，按用冇按皮跟肉拿來做呀牛肉乾是最合適的。我哋牛肉係澳洲的哦，澳洲和紐西蘭兩隻國家吼，佢冇狂牛的疫區，所以大家放心的去吃。嗰時候還有呀，冇用嘅口味，唔過呀，製作嘅過程咪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做得啦，我哋牛肉乾選用澳洲的哈，我哋牛肉做來講哈是身體用滷一滷，滷一滷的時候我們就放比較傳統，我們都放蔥，天然的東西啦，蔥啊、薑啊、八角，還有米酒，然後先去滷。還要這樣滷哦，對，就像你這真的像在滷牛肉一樣，是一模一樣，一模一樣。先滷過，對，然後再用機器去切。切好之後，我們再用機器去炒。炒好之後，我們再放到不鏽鋼的那個台壓上面鋪，給它鋪，然後再用低溫去烘焙出來。所以其實糖起來又同家下做豬肉乾又冇共用哦，是不一樣的。對，它就不用經過那個紅外線的烤，它現在不用，它只是炒而已。唔過吼，像亞哈亞的這種東西其實算是傳統的東西。唔過現在一鋪一鋪的老給創新，對不對？像這個包裝也很漂亮，是過年嘅禮盒，對不對？超。那這樣過年的禮盒，啲亞哈亞就給店妹妹做得來買嘢多。有，全部品種咩有人來買。亞哈為過年咧，大家就做得來參考一下哦。那送亞正銀非常的實用。而且過年真材實料，對，而且過年看天絲啊，第五卡不用料啊，同步看引氣中 Q 哈嘅時節最適合了。那像這樣子的，除了我們有按用嘅禮盒以外，剛才一開始沒有講到嘛，也係天天咧搞本第3胎來經營咧，頭擺可能第2胎做嘅時節就係當3萬啲嘅做肉乾炒，就是很認真，每天炒，每天做，每天賣。不過也係下一胎有新的想法，從有，比如講呢，比如講亞曼有推出來就是蛋卷。現在我們有做那個蛋卷，肉鬆蛋卷，有吃過嗎？我有吃過類似的，不過我吃到嘅好像是比較胖胖的，沒有這麼不是圓圓的，是扁扁的那種。我們的肉鬆蛋卷跟外面的比較不一樣，外面的它可能就是用手工這樣卷進去，我不是呢，我是用塞的，跟一般人不一樣。好大哦！對，然後它的工會比較多一點。然後我們是用法國 AOP 的奶油，好香哦，還有法國的鹽之花，又唔會懂。然後我們還用日本的麵粉。哇！韓國最重要係用10味香的肉鬆，用七嘎青蒿色嘅肉脯拿來做這樣子的蛋卷。對，然後還有南瓜一類，這個我就真的沒看過了。這個是叫肉鬆杏仁脆片。也係用麥芽糖去煮好剛好，不用米過的杏仁酥片，韓國不用芝麻，都最尾剛好是撒上我們家的肉鬆，落去做誒。洋奶真品係完全沒有吃過的味道，因為冇人才做，冇人賣。對，因為一般 MV 是都這樣子的杏仁糖、花生糖。
这种我们在外面都会吃到。不过就会某些膏有干用服的口味，这是我们自己独家研发的，对，而且不会很违和，哎，它是很搭配的口感，很 match 哈，对，很棒。咩人家就去给它发明嘅，古早你看到按用传统的东西，给天天的一铺一铺，因为新一代的加入就有新的想法，对对，不过按用新的想法，同松一批斯坦饮有冲突吗？多多少少一定会某共用，就像主持人刚讲哎，因为以前梯子推狗天一推一直都是致力于产品，要把它的好口味守住。年轻第3代他们在接的时候，他还需要肩负着创新，又要守住好口味，所以他们会比较辛苦一点。而且刚才面有讲到嘛，还拿去做披萨，也是你要来一个朋友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种创新。对，而且我们吃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很好吃哦。本来没想到，对，本来想说哈，你有福嘎披萨你嘛该用的哦。不过结果是很好的，而且甚至还有得奖嘛，对不对？超黑，得了不一样的奖项，那不同的东西，真紧做得来同大家来分享就错嘅。不过像按到某样嘅产品啊，没有按到嘅银行，没经营的按到年呢，有没有一些银行嘅小故事啊、小心得啊，做得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？有啊，我都银行，因为大家都吃很多人都吃了很多代人。很多都吃了4代人，所以我们的客群很老，年纪比较大了，不能说他老，年纪都比较普遍比较大一点，行动可能就有点比较不方便，然后有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，没关系，你不用，你打电话，我就帮你送过去。哇，因为其实吃这么久来，其实是一份情在，有感情啊。老店的感觉了，故时候同样 Saki 跟领沙全部太感就懂寿司哎，一天的呀。我是希望说我们的店家是有温度的。像暗勇跟礼品会不会很多人想要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啊？大家都很喜欢，只是说现在因为肉类制品比较不能带出柜啦，有的国家做唔得带嘞。故说东东人可能东上爱老暗用嘅猪肉干啊、肉脯啊带出柜，不过提倡大家，目前很多国家是不可以的哦，对不对？对。故说吼，今日嘅节目当中，咩东南的也有请到头家用来同大家来分享，有吃到粥呀、肉脯啊、肉干店挺辛苦嘅事情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冇？其实我哋做肉干吼，就算条。大概是8点做到按部头，差不多几10点张油挺。这个时间是比较冗长一点，而且我们几乎我们也没有说，像人家例假日都休，我都通通都有营业啦。故说做会研究诶，想要搞本他一推诶，超爱传承，赶快传承到第3代，一定要传承。呀，还没有新的店没，对不对？全部做装潢了。我们从今年我们有重新装潢，就是说希望年轻的族群也能够加入我们10味香。故说吼，你看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按到，你头摆可能唔知啊，就肉脯啊、肉干啊，係用板來做嘅，還講用板來炒嘅，因為有暗號嘅迷信哦。唔過吼，因為過年嘅節目當中就同大家來分享哦。謝謝頭家娘，謝謝你，謝謝。咩什麼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哦，希望大家會中意今日嘅節目內容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。